南摩。第3是多杰羌佛说，是法者言59。事业之强者，面逆境而弗乃，遇难而迎之于勇。夫据此理，自当弱者之流。事业贵官，非弱者所想。事法居无常，瞬息万变，故非人所信守握之。设若成业，君子所见百压弗哪可也。凡是在事业上取得成功者，被称为强者。作为一个强者，在身处逆境的时候，他是不会妥协的。在困难面前，往往是奋勇而上，迎难而进，克服困难，然后达到自己的目的。假使不具备这一点的话，在实践中不是这样作为的，自然就是一个弱者，而不能称为强者。不管是哪方面的弱者，都不能享受事业成功的桂冠，因为世间上的一切法，即世间上的一切事情，都是无常性的，瞬息万变的。所谓无常，就是说都不是如如不动、一成不改的，而是随时随地在瞬息变动。因此就不是一个人所能随随便便信手就能把它握得到的，因为它在变化之中，更何况还有各种各样的竞争，所以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信手把握。因此，假使我们要成就一项事业，应该首先抱着克服种种困难而不妥协的精神，有了这个决心，自然就能成为事业的强者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留言及分享我们的频道。